佢中有情，唐山都大國去賣命，事關佢雙腳有力勁，唔係見佢有個自稱，佢隻腳一踢出佢心經，更有一招反手冇得剩，搞親咩佢會將性命領，絕招生怪又奇又驚。小龍呢三腳天經，電影經演出以性命，人皆知你三腳絕勁，長長肉搏如畫到不精，哎呀拳如肉到打得應真誠，實在是自己緊張搏命，女拳頭大會一惡魔冇定命，踢到個個一撲一碌睇到三經。佢中有情，唐山都泰國去賣